来瓜本体张宏无报请回，昨暗8点是第一个出门，讲要去工作，但是伊的车是一路驶入去光复南路的一间合体，因为司机敏感，洪质疑是要找人来参详到对策。民众党的发言人吴怡轩出来赔回了，讲瓜本体的爸爸到台大病院来开刀，所以甲妈妈接起来台北就近照顾，讲迄间合体是朋友的刀。就想问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昨半暝3点，瓜本体互法官判免保请回了后，暗时8点是伊头一遍出门，时间已经经过17点钟。为讲说，我头是坐车做一走，面对媒体拢低调无要应。是讲瓜本体吹讲要去做工会，也毋过实际上煞来到家。柯文哲的坐车2号晚间离开家中，就被媒体捕捉到穿梭在台北市的街头，最后是来到了大安区光复南路这栋豪宅的地下停车场内。这栋伫光复南路外间通化夜市的合体，出入管甲真严格，拢得爱先确认身份。最近的身高计，每一坪超过118万。卡数配数若小看较悬小看，继续甚至会当破亿。瓜本体昨8点赶紧出门，讲是要去做工会，风协到了后，民众党是安尼讲的。昨天晚上他就赶快去医院再探视一下手术后的爸爸。那当然，柯妈妈因为在台北这个没有办法住在医院里面，所以后续主席就带着柯妈去到友人家，让柯妈也可以住在台北。主席有跟柯爸聊些什么吗？8月17日，民众党陷入小梅情机，当时瓜本体各专工当去新竹，看伊倒伫病床顶的老爸。这回经发现案件继续探烧，瓜本体目前免保请回，另外一边为着家内事的烦恼，嘛互伊蜡烛上头烧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